Hello，各位師兄好。今期影片介紹新能城嘅主題活動，師傅着裝統一都係古典漢服或者民國旗袍，總之非常大陣仗。我梗係要過嚟開一下眼界啦，感覺真係好似穿越咗去古代咁。今日嚟到東門新能城，聽部長講就話佢哋搞緊國風主題喎，唔知乜撚嘢呢？過嚟睇睇啦。前台旁邊呢塊空地竟然搭咗個背景板同埋燈架，望落去有啲似嗰種臨時影樓嘅 feel。前面呢個師傅情不自禁攞住部手機自拍起身。咁原來除咗自拍，佢哋仲請咗個攝影師幫手拍，估計係做嗰啲動作指導啩。然後呢個師傅都幾得意，唔知幾號呢？等陣間我問一問。見呢個場地架起咗大燈箱，個攝影師仲拎住部單反，睇個手勢幾專業下喎。而且唔單止影獨照，仲有3、5成群嘅姊妹一齊影合照。見佢哋笑到見眼唔見眼，氣氛其樂融融。然後行入去睡眠倉呢度，見到有幾個倉仔係關住門，估計有啲師兄喺裏面回緊周公啩。不過條走廊咁熱鬧，我都懷疑瞓唔瞓得着呢。然後跟住行到嚟桌球區，哇屌，啲人多到真係七國咁亂啊！原來佢哋老細仲請咗唔少化妝師，就地取材，將嗰張桌球台當做化妝台嚟用。嗰啲乜撚遮瑕、散粉、眼影，各種沙煲冷產嘅專業工具鋪滿晒喺張台上面。我睇住化妝師好仔細幫啲師傅上緊妝，有板有眼，畫到鬼斧神工。咁除咗化妝，仲會幫啲師傅搞下個髮型，紮條辮仔，整成嗰種古代風嘅 feel。行入嚟桌球台旁邊呢間房，裏面堆滿住各式各樣嘅古風服裝，感覺好似去咗古裝劇嘅服裝間。前面呢個師傅着住件青花瓷配色嘅旗袍，再配埋件白色披肩，個氣質立即出晒嚟。然後嗰啲化好妝、換好衫嘅師傅，自然唔會錯過任何自拍嘅機會，對住塊鏡照嚟照去，拎住部手機瘋狂自拍。見到我影佢哋，仲好怕醜，擰埋塊面，都幾得意喎。然後見到佢哋跟住音樂擺動作拍片，哎呀，咁我索性做埋臨時攝影師啦，幫佢哋拎手機嚟拍。怎麼這麼可愛？我也要來。學，我告訴你。拍完呢個之後，又幫另一個拍，我感覺自己手都唔夠用啊。不過睇到佢哋咁有活力，擺出各種古靈精怪又優雅嘅姿勢，我其實都戥佢哋開心。行過嚟大堂區域，今日嚟到新能城嘅師兄真係有福咯，可以體驗到咁特別嘅國風主題，真係機會難逢，搞到我自己都心喐喐，想場個鐘試一試，順便感受下着住漢服嘅師傅手勢係唔係特別有古典韻味呢？然後時間都差唔多，個部長話會安排所有師傅去到前台區域進行大合照，咁我都跟住大隊去圍觀下啦。呢種熱鬧又養眼嘅場面，真係令我感慨，錦城絲館日紛紛，半入江風半入雲，此曲只應
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。所以話是話，古代嘅詩詞，我覺得用廣東話嚟朗讀係最合適嘅。比如剛剛杜甫先生嘅《贈花興》，1、2、4句結尾分別係分、韻、文。如果係用普通話嚟讀，我覺得就差好多意思咯，始終冇廣東話咁好。見到啲師傅從前台一直延伸到樓梯，哇！真係睇到我眼花繚亂啊！嚟到走廊呢個位置，由於我連續影咗好耐，部手機發滾發得好撚犀利啊！而家對焦呢，經常都對唔準，畫面幀率估計都唔流暢，播出嚟估計會啦啦咳咳啩。哎呀，各位師兄將就一下啦，我已經盡力捕捉呢個畫面啦。從走道嚟到大堂，嗰啲師傅陸續揾位坐低。如果要問我新能城呢間店一共幾多人，我真係數唔過嚟啊！呢個就留俾各位師兄慢慢去數，我就懶得數啦。咁總體嚟講呢，新能城呢次國風主題真係落足成本，又請化妝師啦，又請服裝師。仲準備咗咁多套靚衫，我見到啲師傅由化妝、換衫、影相，全程都投入，將成個場嘅氣氛帶得好撚高漲。大家們一起來，要不知道，要不揮手啊！1、2、3，新年成，新年快樂！耶！沒聲啊！不夠響，不夠響。唔知道有邊啲師兄今日咁啱嚟到新能城呢個養眼又特別嘅場景，絕對係超值體驗。雖然話我部手機拍到就快爆啦，但都係值得嘅。下次如果有邊間店再有主題活動，我肯定都會湊熱鬧。各位師兄就要自己把握啦。咁今期影片就介紹到呢度，下一期再見。